近日，内地女星田朴珺揭秘跟陈可辛的非一般关系，形容为男闺蜜。她一篇1800字的文章《我的男闺蜜你不知道的陈可辛》在网上疯传，惹网民对她跟陈可辛的关系大做揣测，也有替正室吴君如不知，令她情何以堪。随后，陈可辛透过公司就事件做出回应，她说：“我只有一个闺蜜，就是君如。”昨天晚上，吴君如通过微博晒自己刚刚出炉的新发型，并回应近日关于老公陈可辛的闺蜜风波。微博称不用理会什么闺蜜或闺蜜，反正我知道她的心和财产闺蜜，哈哈哈。BTW 新造型 cute 吗？照片中吴君如一脸灿烂的笑容，一头漂亮的波波头，看上去非常的知性而优雅，更显自信。吴君如的自信而犀利的微博在网上发出后，网友纷纷称赞好样的，这才是正式样，好响的巴掌。更有网友称赞正宫娘娘完胜，夫妻俩的巴掌拍得够响，哈哈，挺你。